请问结句话咧讲12个肉汤是什么意思咧 ？A. 温冻 B. 暗爽 C. 温死。嘿，你有40秒时间。 12个肉汤， 12个肉汤。因为12月只剩汤。爱讲台语，爱讲台语嘿。温冻。我感觉是，哦，这些汤的来回答上好啦。嘿，汤嗰个。我感觉是 C。为什么？温死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温死啊1月1月到12月，你12月只剩肉汤尔，只剩只剩肉汤无吧，只剩汤，无吧，就加汤尔。纯汤。对，就代表你可能讲无啥。哦，这个你拍过啊，我咧欠钱啊，肉汤无吧，纯汤啊，什么啉安尼汤？好，安尼好啦，我相信你啦。哦，安尼队长相信你咯。好，来，你有答嘛吼？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温死。好，咱来看。温死对唔对？麦死。哎呦，无好严重。好，来机会。就是相反，哦。对啊，12月还有。来讲台语哦，还讲台语哦。嘿，嘿，来，是 A 甲 B。有吧？开始煮汤啦，对啊，应该是温冻啦。好，确定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温冻对唔对？来，恭喜啊，得到6000咯！来问老师，啥那是温冻？好，来，咱应该答案是温冻啦。哦，温冻是安怎吼？因为12月天吼，是咪当寒？吼，啊，你这肉汤啦，烫久啊呐，对，伊温冻的呐，坚冻，嘿，坚冻，啊，伊温冻的坚冻嘛，吼，啊，就啊啦，迄个念久边温冻，吼，啊，咱若讲，人问你讲，啊，今仔日伊就会落雨无？吼，啊，你认为讲一定会落雨，温冻的落雨，你就会当讲啊，12月肉汤啦。 是温冻的落雨啦，是哦，哈，化水的简单，嘿，化水的简单，这是无共款的意思。我讲那我讲。